荣耀的生命。荣耀的生命。神是一个荣耀的神。咱的主是一个荣耀的神。荣耀的神，他不需要透过人来彰显他的荣耀。荣耀的神，伊唔免透过咱来甲伊荣耀。但是荣耀的神却拣选我们这卑微的人。但是荣耀的主却拣选咱，让我们活生生的看到神的荣耀。互咱会活活来看到这个荣耀的神。希望通过今天的信息，咱透过今仔日的讲章，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，互咱会当明白，你有一个荣耀的生命。咱有一个荣耀的生命。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想要做一下约翰福音的一点点的背景介绍。伫要开始之前，我要先做一个约翰福音的一个背景的介绍。约翰福音呢，跟前3部的福音书有一点点不同的，它是从神性。伊个进前咱看到啦，马太、马可前3本的福音书甲约翰福音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由于先神性来记载耶稣。也就是说，他从耶稣是神的这个角色来记录耶稣的那个耶稣基督。为耶稣是神这个角度来看耶稣。那在这个主题上呢，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的第1章跟第1章第1节到第3节里面，可以很清楚的看到。咱会当对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1节、第2节来看到。我来读一次。第1章第1节，宇宙被造以前，道已经存在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在太初，道就与上帝同在，上帝借着他造万有，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伫起头有道，道甲上帝三甲一地，道就是上帝。即个道伫起头甲上帝三甲一地，万物对道来创造，既若受创造的，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看见伊的荣耀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伫的荣光。约翰福音一开始记载，就从宇宙的被造以前就指出耶稣就是那道，道与上帝同在。对约翰开始，即个描写就是讲创造内面，就来看到咱即个道就是耶稣，就是咱的上帝。上帝借着他，就是耶稣创造了万有。上帝来借着耶稣来创造这一切。所以在整个的创造当中呢，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基督造的。所以，万世界所有万物拢是借着耶稣来创造。耶稣，耶稣，他就是神。伊就是神。他就是那道。伊就是迄个道。他就是那光。伊就是迄个光。从太初与上帝同在。为起头，即个道就甲上帝同在。那跟你我有什么关系？这跟咱有啥物关系？接下来我要分享第1章的第14节。第1章的第14节。我来读：道成为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满着恩典跟真理。我们看见了他的荣耀，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生子所当得的。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的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我捌看见伊的荣光，亲像独生的囝对爸所伫的荣光。耶稣这个道成为肉身，成为跟你我一样的肉身的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满着恩典跟真理。耶稣是道，伊成做肉体，就安尼活活，甲咱做伙徛起。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。迄是2000年前的代志。你现在看不到耶稣，咱即摆看袂到耶稣，我也看不到耶稣。我嘛看袂。那你怎么相信？我怎么相信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？我要安怎来相信道成做肉体来活伫咱的中间呢？约翰福音里面呢，用了98字来说。伫约翰福音内底用98遍来说这个信字，来讲这个相信。通过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来通过相信来认捌上帝的独生囝。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，相信伊对死人搁活的这个真理。
人才能够得到重生，然后恢复跟父神的关系。咱人类才会当顶头生，过来恢复甲即个圣洁被上帝甲伊保护即个关系。再分享一段经节，第3章16节到第17节。第3章16节。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了独生子，要使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因为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他来拯救世人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囝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差囝入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互世间对伊得到救。道理很简单，也很容易。这个道理敢若真简单，嘛就像16节上面讲的，要使所有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就敢若第16节遮咧讲，囝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。这跟你我就有极大的关系。这甲你甲我拢有真密切的关系。在今天分享的圣经节里面，12章一开始就是耶稣他要进到耶路撒冷。一开始12章遮，约翰福音咱看的就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。在第12章第1节里面，他说在逾越节的前6天，也就是星期天。伫搬过节的前一天。前6天。他来到了伯大尼。伊来到伯大尼。就是那个拉撒路死里复活的地方，就是互拉撒路死搁活的所在。隔天，耶稣骑着驴子，光荣的进入了耶路撒冷。过顿天，耶稣骑驴仔来进入这个阳光的耶路撒冷。拉撒路也跟着他。拉撒路嘛是跟队。在这个事件当中，凸显出一个重点，就是人们因着拉撒路的复活的事件，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拥戴他。透过这个代志，咱知影足侪人因为知影拉撒路搁活这个代志，所以就分队，真侪正人分队要来看这个人。当耶稣呢骑着驴子呢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当耶稣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的时，全城的人都在路边欢呼着，全城的人拢踮遮欢呼。看热闹的很多，看热闹的人真侪，想看到耶稣真实面目的人也很多。想要看到耶稣真正的面青的人真侪。也有不少的人是要来跟随他的。嘛，真侪人要来跟对耶稣。这里有提到一批人，才有讲到一批人，他是外邦人，因是外邦人，是讲希腊话的，是讲希腊话。他渴望耶稣，因渴慕耶稣，所以他透过腓利来找到耶稣。因透过腓利来见耶稣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外邦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追求真理。咱就知影，伊遮看到，即时外邦人已经开始有即个追求的心。怎么说呢？这样怎看呢？我们在12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些人呢是上来做礼拜的。咱连对12章遮看到一批人是要来遮做礼拜。他们可能听说过耶稣，因捌听过耶稣，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透过耶稣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总是因毋知影要如何来透过耶稣得到即个永活的性命。就好像我们在座的也有不少人，就敢若咱在座一寡人，我们进到神的殿里面来做礼拜，咱入来到殿里来做礼拜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说进来做礼拜得到最大的恩典是耶稣基督。但是咱却毋知影进入到遮做礼拜上大的福气，就是会见到耶稣。希望你们也可以一同渴慕耶稣。咱希望咱嘛能同齐伫遮来渴慕耶稣，透过寻找耶稣，透过敲找耶稣，
得到这个真理，得到这个真理，得到这个拯救。得到这个拯救。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呢，接见了这一群人。迄阵耶稣就接近这群人。耶稣呢就这样告诉他，在23节说，第23节了，伊就安尼讲，耶稣安尼讲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人子得到荣光的时刻到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人子得到荣光的时阵到。在28节里面，第28节的中间，还要结束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”第28节要结束伊的讲话是，伊讲爸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天上从父神那边有回应，对天顶有声安尼讲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我已经荣显，我要搁再荣显伊。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是归荣耀给父神，是归荣光给上帝，不是归在自己的身上。毋是归伫家己。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，耶稣甲咱做一个真好的模样，他是道成肉身，伊是道成肉体，他是唯一的救主，伊是唯一的救主，他是神，伊是上帝。但是他卑微自己，总是伊卑微家己。在世上的时候，伫世上的时阵，他归所有的荣耀给父上帝。伊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予上帝。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。当咱要进入今日的主题，耶稣从这一段话里面一开始就指着自己说：“为一开始，耶稣就指家己讲，人只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人主要得荣光的时候到。那一粒麦子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。迄一粒麦仔，就是指耶稣家己。这一粒麦子不是我们农夫种田的麦子。直接你讲这一粒麦仔，毋是咱看迄个农夫伫种迄麦仔。这是指着永生神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是指着永生上帝的囝耶稣。落在地里死了，因对你来死，道成肉身到我们世上来，都成做肉体来到咱的中间，为你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着你我的罪钉死伫十字顶，确确实实的死了。伊确实是死啊。第3天活过来。第3日佫过活，当他复活以后，当伊佫活的时，结出了千千万万的子粒来。就结出真侪的果子来。在座的有很多都是咱就是遮的果子。 2000年来有很多都是2000年来拢是安尼足侪果子。还有一些还不是。佫有一寡人还毋是。那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够听到这个讯息，咱会透过今日的所讲的信息，可以来到永生神的面前，会来到咱永生上帝的面前，谦卑自己，谦卑家己，接受他的道，接受耶稣，接受这样的救恩，接受安尼的救恩，也成为这样的子弟。也成做所结出来的子弟。就好像我们刚刚以上跟我们说的，要结出果子来。就敢若伊三门头早进前去传我的是讲结出迄个果子。这段经也是我很喜欢的经节。这嘛是我个人真喜欢的一个经节。那其实不是结出9样，其实毋是结出9款的果子，一种果子。是一种的果子。果子里面呢有很多的果子内底有安尼一个真侪行为的表现。是一点一滴啦。这是一点一滴啦，对。那最近呢，我在整理家里面最近我伫整理我家己的厝的时，我发现我的冰箱里面呢有一包种子。我发现我的冰箱有一包种子。这是10年前春香的爸爸跟妈妈来到这边的时候拿过来的。这是春香因爸爸妈妈伫进前摕过来。我很可惜10年来我都没有把它种到这里。可惜10年来我拢无甲种在土内底。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果子。到即马我已经唔知影伊是什么果子。我已经忘记了那个果子会长，那个种子会长出什么果子。我嘛唔知影迄个果子，迄个种子会结出什么款的果子。给我一个提醒。
我一个真大的提醒。我们属神的生命，咱属神属灵的这个信仰，如果要真的结出果子来，那正经要来结出果子，我邀请你们要去死。咱就一定要来进入死。在属世的短暂的生命里头，伫即个俗世间真短暂的即个生命，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。每一个人拢会拄着死亡。80、90甚至100， 80岁、90岁，甚至你到100岁，总是要面对那死亡的一刻。总是咱爱面对死亡的迄个时阵。但是我现在所要讲的死，不是那个时候的死，但是我即摆讲即个死，毋是迄个肉体的迄个死，不是那种无可奈何，时间到了必须要去死的死。毋是迄个时间一到，咱就爱死的即个肉体的死。我现在邀请你们的是现在就要死。我即摆要邀请咱的，就是即个时阵，咱就爱进入死。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。咱是爱珍惜咱家己的性命。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生命，总是即个性命是对上帝遐来迄个性命。怎么样透过死免咱来透过即个死，来获得永生？来得到即个永活的性命。这是才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这就是咱今日所要讲的重点。所以在属世的短暂生命里面呢，我们要把它转变成属灵永恒的生命。所以咱伫即个短暂的即个俗世间的生命，要怎来进入即个永恒的性命？就好像我们刚刚用的那个例子，就敢若咱拄则用迄个例，这个种子呢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生命，即个种子是真细粒，看无真好，无真看重的一个物件。它有一个生命的周期，但是伊有一个性命的一个周期，它所结出来的果子，它会有延续性。伊若生出来即个果子，伊会继续一直续，有那个延续性的永恒的生命的价值。伊会有延续迄个性命的价值。怎么样把我们有限的生命，成为一个有延续性的一个永恒的生命？咱是安怎要用即个暂时的性命来变做一个永活的性命？唯有透过耶稣基督，咱只有用透过主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说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，他是道路。因为主耶稣讲，伊是真理、道路、性命。唯有透过他。只有透过伊，那我们来看看，在我们的世上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追求一些很短暂的。咱来看，咱伫世间常常咱拢伫追求迄个真短的即个生命，却看不到那个永恒的。咱拢无伫看到迄个搁较永恒的迄个性命。我以一个年轻爸爸的身份来讲，我用一个我是一个年轻爸母的身份来讲，我们在教养子女的时候，我们都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是咱伫教养咱的囡仔时，拢是希望咱的囝会真灵，咱的查某囝会真好，他们的事业能够成功，因的事业会当成功，能够获得功成名就。会当有真好的名声，会真好的功修。但是当我们真的养儿育女，就是到这边吗？但是咱是毋上目标，就是要甲养育到安尼尔。如果只是到这个阶段，若是敢若到即个阶段，这个时间到了，若时间一到，时间到了，若时间一到，都化为乌有，是就一切拢无啊。因为他们所留下来的，可能就是一些人的纪念。因所会留落来，就是一寡人的纪念，互人纪念尔。没有办法进入到永恒。伊无办法进入到永生。在我的经验里面，伫我的经验内底，我经验到神很大的祝福。我经验到上帝真大的祝福。我跟春香来到这里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才能。我甲春香，我的太太来到遮，阮拢无啥物才调，也没有什么钱财。阮嘛无钱财。
但是神给我们有4个儿女，总是上帝赏赐阮有4个囝子。当我们在养育这4个儿女的时候，当阮养育这4个囡仔的时，我们很清楚知道，阮真清楚知影，我们不太可能能够帮助他们成功。阮无可能会当帮助因来成功，因为这个不是属于我们的地方。因为这个所在国度不是属于阮。但是神给我们有这个呼召，总是上帝伊来呼召阮，要我们能够养出敬虔的儿女。伊爱阮来甲因养育，才做一个敬虔的人。所以，我们本着这一本圣经，神的话语，所以，阮着依照这个上帝的话，圣经这本，来教养我们的子女。来教育阮的囝子。很感谢主，真感谢上帝。我们今年最小的一个儿子，阮上细汉的囡仔，他也进入了国际小学。伊嘛进入国校啊。 4个孩子陆陆续续的进入这个学校。 4个囡仔拢继续安尼来进入这个国际国小。很多人都看为不可思议。真侪人拢想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。真的，我跟春香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甲阮太太春香嘛是感觉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。我的话也只能讲回去。因为我的法句就是奉主，一切荣耀归给上帝。我将一切荣耀拢归给上帝。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怎么样养成一个敬虔的子女？总是伫这个养育的过程，我要安怎来养育因，成做一个敬虔的人。除了圣经以外，除了圣经以外呢，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些榜样。阮爱搁找一寡好的模样。我们来跟随，来学习他们。阮要来跟对因，要来学习。在我跟春香的生命里头，伫我甲阮太太的生命中间，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们找到2个人，伫阮的教会我有找着2个人，我们就跟着他，阮就对伊，他怎么教孩子，伊安怎带你教囡仔，他怎么样说，伊安怎来讲，他怎么样行，伊安怎行，我们就跟着他。我就安尼对。这个可以有很实际的一个模样可以学。这有一个真实际的模样来互我看，来互我对。这是我们教会的林长老的就是咱教会林长老，搁几位长老。但是在教养儿女的过程当中，总是伫这个教养主路的中间呢，你不可能一直处于高峰期，你无可能拢一直伫真悬的一个。还有低谷的时候。伊嘛有真低谷的时阵。我跟春香也有不知所以的时候。阮嘛有拄着迄个阮毋知要安怎的时阵。要抬头仰望耶稣。阮就是爱仰望耶和华。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说，帮我们祷告。阮就爱甲兄弟姊妹讲，替阮祈祷。这是神赐给我们教会最大的恩典。这就是咱教会上大的恩典。当我们在看属灵的生命的时候，永恒的生命的时候，当咱来看属灵永恒的生命的时阵，在这段经节里面，我来读一次，在12章25节。伫这个12章约翰福音12章25节我来看一下。他说要爱惜自己的生命，爱惜自己生命的要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呵护自己生命的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疼家己的性命的，就丧失伊；怨恨家己的性命，以即世间的，的确要保伊到永远。如果这一节经节，我们把它分成4个生命，咱来将这段经节来看作分作4个性命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属世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。咱就当看到有属世间的性命甲属灵的性命。第一个爱惜自己生命的，第一个疼家己的性命，跟第3个
恨恶自己生命的，甲第三个怨恨家己的性命的，这个是属于属世的短暂。这是讲到咱俗世间暂时的性命。第二个失丧生命跟保守生命，就是是属于属灵的永恒的生命。第二位吼，第二个讲到即个丧失伊，甲到尾遐讲得确保伊，这拢是讲到咱属灵永恒的性命。刚刚我们有谈到说要死，头咱有讲到迄个死。这一节圣经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会失丧生命。而且有讲到，咱疼家己性命的，咱就丧失伊。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他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总是你若伫即个世间怨恨家己的性命的，的确要保伊到永远。这个爱惜跟恨恶呢，它是一种相对的比较的说法。而且讲到即个疼惜甲怨恨是一种相对比较的一个讲法。恨恶呢，不是叫你去讨厌，即个怨恨毋是讲去讨厌，它是表示一种不珍惜的夸张的说法。是一种较无要去珍惜的一种较夸张的讲法。比较白话的说呢，就是凡爱自己过于爱神的。若要讲较白，就是讲你疼家己，赢过疼上帝。就是说，爱惜自己所拥有的。也就是讲，你疼家己你拥有的一寡代志来赢过。或者是说，凡爱神过于爱自己的。是讲你疼过上帝来赢过家己的。这个呢，就是属于恨恶自己的生命。这种就是代表讲怨恨家己的性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爱神多过于爱我们自己啦。总讲一句，就是讲，咱爱疼上帝来赢过疼家己。荣耀的生命怎么样？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？咱要来想看荣耀的性命，要用咱安怎生活来表达？不是一句爱跟不爱可以来解释得很清楚。毋是讲一句疼，还是无疼，就来表达出来。如果用一些比较实际上的行动，若是讲较实际会来行动是啥物？就好像我们耶稣给我们一些榜样，在他的过程里面，就敢若咱主要所真做模样，即个世间的时阵，他要我们学习他的谦卑，伊爱咱学习伊的谦卑，来服侍，来服侍，并且要将所有的荣耀来归给父神。并且将一切的荣耀拢归给上帝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常常在会堂里面讲道。耶稣伫即世间的时，伊常常伫会堂来去讲道。但是更多的时候，他走到人群里面。但是更较侪时间，伊是行入人群内底。他在人群里面找寻那些失丧的人，伊伫人群的中间，伊要找遐个失丧的人，迷失的羊。迷失的羊。他不仅是说，伊不只若跟人讲，他还谦卑的去做。伊嘛谦卑来安尼行。最经典的是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咱上知影的就是伊要就十字架的进前，跟门徒一起坐着吃那一顿最后的晚餐。甲伊的门徒做伙来食最后的晚餐。他谦卑的束腰为门徒洗脚。伊真谦卑，伊将腰带束来为伊的学生洗骹。所以我用一段经节来说，在彼得前书第2章21节。咱有一段经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21节。这里说：“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”因为恁受调本是要安尼，因为基督也替恁受苦，留无样互恁，要互恁对伊的脚步。所以在我们服侍的过程里面，所以当咱伫服侍的过程的中间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。咱是知影，咱是咧对主耶稣的脚步。他在哪里，
伊伫倒位，我们也在哪里。咱就伫倒位。有时他会在会堂里面讲道，有时伊伫会堂内底讲道，更多的时候他走入人群里面，较侪时间伊是行入人群的中间，安慰、医治、又安慰、医治、释放。有透办。他跟那一群人生活在一起，伊甲一群的人生活做伙，谦卑的服侍他们。谦卑来服侍因。我们有很多的圣经的人物，我们也可以效法。咱伫圣经内底嘛会当看到真侪人物，咱会当来做一个模样，互咱学习。就好像彼得、保罗，就亲像彼得、保罗。彼得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，彼得当伊出来伫服侍的时阵，他第一次的讲道，伊第一摆会讲道5000个人信主。有5000个人来信主。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这个，但是咱要学习的就是这个。我们不是说要有5000个人在这边听讲座的时候，我们才出来讲道。毋是讲只有5000个人踮遮要听讲道，咱才出来讲道。我们随处随传，咱到倒位都爱，逐位拢爱传。面对1个人、2个人、5个人，我们就传。面对1个、2个、5个，咱拢爱传。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先生嘛是共款。当他被呼召出来服侍主的时候，当伊受呼召来要服侍主的时，他也跑到会堂里面，伊嘛行入，犹太人分享。伊嘛行入会堂来甲犹太人来分享。但是更多的时候，他是随处随讲随传。但是佫较侪时间，伊是到倒位，伊就传到倒位。这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榜样。这拢是咱爱学习的所在。有一段圣经，我跟各位分享，在哥林多前书有一段经节伫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31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。不管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就好像有凡事都叫人欢喜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第11章第1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”伫第10章哥林多前书第10章的31节到33节，所以恁若是食，若是啉，若是做甚物，拢是因为仰光上帝来做。无论犹太还是希利尼，还是上帝教会，恁无伫做因的乞丐。亲像我凡事互众人欢喜，无求家己的利益，就是求众人的利益，爱要互因得着救。21章第1节讲，恁着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。他在这里面说，不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。伊遮就是讲着，咱无论做甚物，拢是为着仰光上帝来做。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要求众人的益处。毋是求咱家己的利益，是要求众人的利益。要叫他们得救。目的是要互因来得救。保罗在这边说：“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”保罗踮遮咧讲，恁着爱学我，亲像我学基督共款。保罗效法基督，保罗学基督，我们效法保罗。咱学保罗。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有好行为，我们也互相的彼此效法和尊重。弟兄弟姊妹中间，咱会去看到有好模样，咱嘛彼此来学习。昨天我们到 Grammy 住去玩，昨昏有伫野外一个所在伫聚会。感谢上帝给我们有很美的天气，感谢上帝赏赐一个好的天气，更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团契在那里。更加感谢上帝，互阮伫遐一个大的团契，伫遐聚会。很难想象100多个人在那里，那么大的一个园子里面。咱真歹想象讲，伫一个园仔内底，会100外人踮遐伫聚会。我们组织去了100多个人。咱组织去的是100外。但是那个园子有好几千人。但是迄个公园拍着有真侪人千几个。好，当我们不时的碰到的时候，咱会定定去遇着人。
就打声招呼，然后问候一下，互相照顾，咱就互相拍招呼，互相照顾，提供一些水点心，大家分享。提供一寡水还是点心来大家分享。到了中午的时候，有一个集结的地点，到中昼的时有一个集合的所在。一边吃一边玩一边喝，一边来耍一边来啉，真欢喜。一起享受弟兄姐妹的爱，做伙来享受上帝的疼。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说要彼此相爱，所以咱毋是干那讲彼此相疼，不是只是嘴巴说说，毋是干那嘴里讲尔。我们真的是做这样子做，咱就爱用行动来行出来。但重要的是我们归荣耀给上帝。上重要的，咱就是归荣光予上帝。每个人带来的东西，不会说这是我的，每一个人家己早来，袂讲即个是我的，这是我们拿出来分享。这是我要提出来分享。神的爱在我们当中，上帝的疼伫咱的中间，让我们享受很美好的一天。互阮会当享受真好的即个关系。在我们的属世的生活里面，其实神要我们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时间。伫咱俗生性命内面，上帝爱咱定定注意，就是咱爱保守咱的时间。其实这样的联谊的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，这样联谊的一个时间。像安尼，大家有联合的时阵，就是一个真好的时间。我们把个人的金钱部分的金钱一起拿出来使用在这个旅游当中。阮将部分的钱摕出来，用伫即个旅游的中间。把我们个人的一些才能，我们也使用出来在这个团契的生活当中。阮将个人部分的才调，我嘛摕出来，使用伫即个团契中间。其实，在世上的日子，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使用这些很有限的资源。咱伫世间的事，咱爱真好好来利用这有限的资源。不管是金钱，不管是才能，或者是各样好，或者是时间，不管是才能、时间，还是金钱，如果我们用在这个神的事工上面，咱若将伊来用伫上帝的事工顶面，用在这个好的团契的联谊上面，用伫咱团契的中间，你可以创造出来的价值，咱会当做出来迄个价值，是永恒的。迄就是一个永恒的。我相信在我们昨天当中，我相信伫阮昨中间，有人因为看了这样，有人因为看到安尼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疼，很真实的，真实，他看到神在我们当中，因就看到上帝伫咱的中间，归荣耀给神。归荣耀予上帝。在我们的服事当中，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态度，很忠心的来持守。伫咱的服事中间，咱嘛爱真忠来持守，不分大事小事，毋通分大的事工，还是细的事工，忠心到底。爱忠心到底。像圣经里面讲，他说你要至始忠心，这样神会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冠冕。就是像圣经讲，咱就是爱到死尽忠，上帝就会将迄个冠冕互咱，赐予互咱。圣经里面也说到，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要得到神的奖赏。伫圣经内底嘛讲到，若好的管家嘛要得到上帝好的奖赏。所以趁着我们在世上这短暂的时间，所以趁咱伫世间真短的时间，做一个忠心又良善的管家，咱就爱做一个良心佮良善的好的管家。将来神要把那又大的事情来交给我们。佮来上帝就要将更较大的代志要交托互咱，把属天永恒的财宝来归我们管。更较侪属天的资源宝贝来赏赐互咱，更要吃我们那永恒的生命的冠冕。佮要将属天永恒的性命互咱。在路加福音，我用这段经节来做一个结束。我要用这句圣经来做一个结束。在16章第10节里面，
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给你们呢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伫路加16章第10节到12节也讲，伫日子小可的事真中的，日大的也真中；日子小可的事无真中的，日大的事也无真中。日不义的钱财，恁若无真中，治水要用真的托中你；搁伫属别人的，恁若无真中，治水要用属恁的，互恁人。如果你把它一分为二，你就看得很清楚。在最小的事上，不义的钱财的事上，别人的东西，这个是属于属世。咱会当甲分做讲，伫上世、至微细的代志，还是至微细的钱财，还是属于别人的代志。这是短暂的，这拢是属世间是短，你没有办法带到永恒国度。咱无办法将因来带入永恒的性命内面。但是耶稣说：“你若好好的管理。”但是主耶稣讲，你若好好来管理，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。这拢是上帝赏赐予咱的。我们好好的管理，咱来好好啊管理，将来那真实的钱财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，神都要托管给我们。将来遐真实的，还是要互咱的，上帝拢会托付互咱。那是道理。迄是要到永恒的。愿今天的信息可以带给各位有一些帮助。愿今仔日的信息会当带互咱大家帮助。我有一首诗歌要请各位一起来分享。我接要来甲大家分享一首诗歌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想给各位一些提示。伫要分享之前，我要甲大家提示。在这首歌词里面呢，它有提到亚伯拉罕、雅各、摩西、但以理、约书亚跟耶利米。比较提到真侪人的名。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信心的语言。这拢是信心的伟人。他们有软弱的时候，因嘛有真软正的时阵。他有失败的时候，因嘛有失败的时阵。他有拒绝上帝的时候，因嘛有拒绝上帝的时阵。他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因嘛有毋知要安怎的时阵。他甚至有怀疑上帝的时候，甚至因有怀疑上帝的时阵。但是他们很坚持的回到神的面前来信靠神。总是因真坚持，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所以在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回想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过程。所以当咱唱的时，咱会嘛会当来回想咱的性命有安尼一个经过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求上帝来帮助咱，靠着他恩典的大能，靠着伊恩典的大气力，可以走回那美好的家。咱会当转到上帝家。那我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要求，就是庆虎弟兄，这首诗歌呢，我能够找得